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8月初9下晡新闻，我是麦雄莹。那乒乓的选手庄智渊甲伊的徒弟尤瓦高升瑞一透早呢是飞转来到桃园机场，讲到这比赛的表现，这高升瑞是互家己85分。那伊的师傅庄智渊，互人问到讲，后一步要来创啥嘞？伊是讲笑开来表示讲，即届出山尤瓦，后一回看敢生会出往来，也是碰过。透早7点外，倒球教父庄智渊甲伊的师仔高升瑞转到台湾，看到朋友庄智渊随甲喙暗摕落来，笑甲真欢喜，地勤人员也热情甲因欢迎。台湾之光，欢迎回家。到入境大厅，早就有卖将但卖接机。两人接受采访的时，庄智渊坚持要互师仔成功，互人问到头一届参加奥运就拼入16强，高升瑞甲家己的表现拍85分。第一次能在单打就能挺进到16强，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会继续努力，给自己打85分。这届比赛，高升瑞互网友讲，伊甲同话，我们这一家，咱这家伙角色尤瓦加成，即马人拢叫尤瓦同学。庄智渊互人问到未来有啥物计划时，伊嘛趁这个机会甲笑开。可能像这次是生产出柚子嘛，那接下来看能不能产出一些凤梨、苹果这些。类似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啊。拼过6届奥运的庄智渊伫巴黎完成最后一届奥运，告别26年的国家队人生，问伊敢有遗憾？庄智渊讲，人自本就是伫遗憾内底进步甲成长，即马甲问颠倒，互伊开始感觉真正有淡薄遗憾。其实本来不会去想这个，但是可能打完以后，媒体记者一直问，确实会开始有点感觉有点遗憾。庄智渊讲，伊一世人上难忘的，就是2012年伫伦敦奥运差1点就会当摕铜牌。毋过伊也讲，家己就算较输面的时，也毋捌放弃。也若师仔互人问到即届奥运印象上深的球，伊我同学随笑讲，特别球拢是。伊回头看师傅庄智渊也互师仔回答，人甲笑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其实看这奥运的比赛，毋但是替咱家己的国家来加油，也要感受迄款运动员的精神。根据调查，是有81%的人上班时间嘛咧看比赛。那这运动的风气，敢有因为奥运举起来咧？就运动教练表示讲，最近学生有影有对咧增加。咱国羽球选手王泽林甲李勇出战奥运比赛，为台湾得到金牌，返来台湾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因为银行调查发现，咱国内有81%的上班族因为奥运比赛开始收看转播关心比赛，啊，毋过有60%的人认为无应该付费看转播。我觉得应该国家付钱吧。如果他要让全民看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让老百姓去付钱？使用者付费啊，很合理。奥运呢是运动殿堂的最高赛事，同时呢也是运动选手为国争光，同时也是台湾人可以一起凝聚团结力量的时刻。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想要看国家选手的比赛还需要付费的话，他们是认为比较不合理的。因为各种体育比赛的举行，有更加侪人投入运动行列。根据人民银行的调查指出，有65.3%的上班族每礼拜固定运动3届，每一届运动50分。统计上爱的运动项目，包括运动成本上少的慢跑，也有重量训练，也加瑜伽、木绳球游泳，另外骑脚踏车，这拢真热门。调查发现，这有运动习惯的上班族，平均伫31.6岁时阵开始维持固定的运动习惯，每个月愿意开2867块来做运动。有羽球甲木绳球游泳的教练是讲，奥运开始了后，报名的学生囡仔原来有增加。赛事过后，当然大家都会有想要运动的这个欲望。目前整体人数大约有增加10到20%，大概就有多到1到2组的学生有想要就是上羽球课。教练，我觉得最近羽球很好，感觉这羽球很好玩，所以我想要就是学习这项运动。因应国内运动风气的流行，人民银行估计未来不但运动，也是健身场馆的间数会较济，民众愿意开伫运动的费用原来会增加，享受运动所带来的健康甲快乐。记者综合报道。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这凯美风台过了南投稀地的菜瓜也对咧受灾，这产量是差不多减90%，所以价格也对咧起。大麦价1公斤是起到305块，这卖菜的唔敢进货，就连买菜的听到价格嘛唔敢来买，所以农会就评估讲，上无就要等1礼拜的时间，这产量才会回稳。
菜龟拢伫咧浸水的田内底抢修，但是大部分的菜龟植株拢已经浸烂去。南投县溪池乡投射盆地是热天菜龟的主要产区之一，但是受到凯米风台影响，水上造成产量减少9成。连续泡2、3天，第一就是植株它已经不稳定了，再来就是它会落花落果嘛，那是一定的，可能少9成了吧。农业部资料显示，凯米风台来进前，菜龟果菜市场交易价少，每公斤平均是31.7块，但是9号均价已经来到172.3块，比去年同期高出3倍，交易量也大幅减少。有数是自助产业者继续出菜，但是也供给要挡袂牢。批发价10公斤飙到305块的天价，一条菜龟就要183块。市场摊商立顺价卖进货，消费者也唔敢买。它是短时间，它不是长时间。长时间的话，我可能是消化不了。我就想说，在长时间的话，那我干脆我也不涨，我也不开，我就先休息。一箱大概350、250那边啊，现在好几倍在涨，因为很久没有问了，因为一定很贵，所以就没有再去问了。不敢卖，太贵，没有利润了。因为平常买大概也才一条才30啊，180就，对啊，一餐都已经比这个贵了。溪池乡农会表示，虽然价少来到天价，但是产量价不是农民卖，预计要1礼拜了，产量才会回稳。今年的丝瓜的价格最高涨到1公斤305元这是在我们北农的价格。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这个虽然有这个价格，但是毕竟现在的产量真的明显降低很多，然后大概会将近1周左右才能让我们产量再回稳。农会呼吁农民应该要将水上的菜龟挽掉，避免感染疾病。这几年陆续辅导菜龟农栽种更较耐水的接机品种，希望在气候变迁之下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台中南投报道。这粒凯米风台咧，伫咧咱台湾南部是做大水，最近的几天台南又搁咧落西北雨，所以为着要来防止天狗日的疫情，台南市卫生局已经开800多张的单，其中这有网糖生团的场所是以徛街甲空地上介济。民众行雨伞赶紧过路，虽然雨无大，毋过同款的积水，防治天狗节一定得爱随倒掉。凯米风台内南部大淹水，最近过道高落雨，台南市卫生局逐工就派真侪人去巡，最近1礼拜有查到138卡的积水，其中就2卡去检到天狗节，随开单告发。那7月份总共动员了2194人次，调查117303户，查获18246个积水容器。对于滋生病媒蚊幼虫呢，台南市持续贯彻公权力的执行。那截至统计到上周呢，共开立了846张的举发单。避免去年天狗节疫情重演，今年雨水较高，炭白网愈敖生，今年提早开始封治，不过毛民众也无啥了解，继续配合。还有客车人员落雨天去巡积水，虽然车路积水嘛要甲人抓，引起批评。卫生局是表示，目的是宣导，不是开单。下雨之前就已经出来了啦。那趁着这个下雨的空档当中刚好就过来提醒大家啦。大家也不要多做见怪了，应该是要训练比较充足一点让他的沟通能力或者表达不要造成民众的误解。统计今年到8月初7，卫生局照传染病防治法告发846件，其中违规第一名是水桶、水缸积水这类上济，有4.3%，过来就是花卡积水有1.5%，其他就是杯仔、罐仔、篷布、垫仔、玻璃拢遮的。卫生局提醒，落雨过都要去巡讲有积水，赶紧倒掉，才袂生网虫，疫情断。记者综合报道。这夹红仔囡的最近是长时间，也有袂少家长会带囡仔做伙去佚佗。也毋过消保会所发现讲，这高雄31间较大型的夹红仔鸡店，拢总有超过8成是无达经济部的许可证。有业者甚至是伫现场摆800个顶较属于破旧的机台，所以消保会就呼吁政府一定要重视。来到娃娃机店，民众发现店内藏久，互人会当业，嘛有业点数会当累计偌久，所以伫品项当中看到保育类的品种。另外，业者提供业刮刮卡、800珠啊，这种有涉嫌着破旧的机台，这种乱象，互台湾消保会真烦恼。4家可以更换乌龟，其中有1家是现场摆放乌龟，
可以让你拿走1半以上的食物机台，有的它上面其实都有贴食物效期，但是呢，还是有超过30%它是没有标示。人家的娃娃，那个娃娃如果假设被认定说这个价值不是很高的话，可能就算本身是赌博行为，但是可能也不在刑法的处罚范围之内。协会针对全市31间中大型店家调查，发现26间无大经济部初步期待许可的文件，另外有11间业者是不保存的期限表示不清楚。讲实在的，真的不赞成。对，因为小孩子他本身的思考能力，他没有办法到很正确。对，所以这样会有导致一些误导。跟夹娃机，什么人都可以玩没有错，但是就是尽量商品，因为它是24小时嘛，有时候出入的人也比较复杂一点。文化基店最近拓店的数量愈来愈多，常常当看到900片的大型店面，煞嘛出现真侪乱象，真侪家长嘛讲会烦恼，就惊主管机关无落实管理，或业者为着趁势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柯正自个报道。由台美来合作查到的国际诈骗案，这犯罪集团呢是甲机房设伫咧柬埔寨、台湾甲美国，透过这个假快递甲领事馆等等的讲法，甲美国人是骗1亿3000多万。咱的调查局甲美国 FBI 落尾是成功甲规个组织拢甲吐起来。调查官专心武装，夜情破门搜查，厝内真侪嫌犯全部互人压制逮捕。现场完后查到真侪手机门号，搁较有几落台俗称卡伫的设备，伫咧台湾做诈骗工具。这一颗可以插多少卡？调查员查到这个伫台湾的机房。巡线追查发现，规个不法结构前端设伫柬埔寨有维务机房，台湾做中介站，后壁是由美国接手，共组跨境诈骗集团，加做是快递、电信公司这个话术，大量骗美国人，骗超过1亿3000万。柬埔寨发话，台湾冲进美国落地的一个模式，降低被查缉的风险。那诈骗的话术呢，则包括了假冒大陆公安、假冒快递公司、电信公司跟领事馆的人员。The FBI appreciates MJIB's forward-leaning posture on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llaborat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continued cooperation. 专案破案的关键靠台美合作，这群查到跨国诈欺犯，调查官嘛伫咱国内查到真侪的诈欺犯罪。行政利用倒形态呈到前往调查局，搁再宣示打诈的决心。对我们的满意要来自人民，不是一个成果的发表。对我们的信心要来自社会，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肯定我们的做法。所以，这个工作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准讲中央强调打诈未停，不过咱国内诈欺真济，敢若今年前5个月，国内诈骗案都超过15000件，总损失的金额有42亿外。除了为后段打击，源头的方法嘛未使疏忽。记者综合报道。中营航勤的员工伫劳动部抗议，表示讲因工会理事拢是定时，而且呢已经连续3档拢无开会员大会，互因是无法度来接受。针对这个问题，劳动部是回应讲，这中营航勤就爱来维护员工的权益，若无就会由桃园市政府出面来指定申请人来开会。中营航勤基层员工拜告，将因对中营航勤工会抗议的定情书交予劳动部。抗议员工表示，工会各位理事代表拢是高站主管，拢咧替头家维护权益。基层员工表示，工会已经3年毋捌开过会员大会，而且大概拢伫会期拄开始就家己宣布留会，互员工感觉无法度接受。是利用留会的方式，让我们很难去决定很多事情，跟很多干部的罢免，因为毕竟干部也被我们发现资方的，那我们就希望可以罢免进行重选。没有去我们这些基层员工发声除外，还在工会粉丝专业骂我们这些替基层劳工争取权益的基层员工。抗议员工表示，为着要改善中营航勤工会的权益问题，影响桃园市政府劳动局定情真侪届。不过，基层员工认为桃园市政府无积极解决工会问题，而且各甲问题撒予劳动部。今天特雷来劳动部要有个答案，说，陶师傅说是劳动部不行，那请劳动部直接说明。之后还是持续的留会，那综合判断之后，那工会的确没有办法来召开这个会议。那劳动局这边可以来
指定申请人来召集会议。对此，劳动部回应桃园市政府劳动局，若是中营行情工会继续流会，无注重员工的权益问题，劳动局会当直接指定申请人员来调开会期，平复中营行情基层员工基本的权益问题。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这个历史的悲剧，这是发生在1987年3月初7，伫金门的历史，有一只越南的难民船想要靠花，毋过煞互军人甲枪杀。根据这个调查的报告，是拢总有20人死亡，这遗体是就地甲抬起来。即马受难者家属来到台湾，讲因无要追究责任，只是要求这个遗体爱重新来安放。国防部是出面来表达遗憾，讲这涉案的人员拢已经军法审判，也陪伴家属登去到事發地點。Đây là lần thứ 3, cũng là lần cuối cùng tôi thay mặt họ. Tôi xin chính phủ Đài Loan, nhân dân Đài Loan, hãy để họ coi Đài Loan như là quê hương thứ hai và cũng là quê hương cuối cùng của họ. Xin đừng từ chối họ một lần nữa. 3次事件的家属讲，甲激动的时阵难免会熬甜流目屎。1987年3月初7，伫金门烈士东港发生无武器的越南难民船想要靠岸救救，煞互当时驻军枪杀，包括有心的妇人、囡仔甲老大人拢遇难，遗体就地抬起。默哀30秒。头礼礼默哀悼念遇难的亡魂，遇难者家属头一届来台，国防部官员嘛到场。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船顶有20人全部死亡，不过家属認為應該有4個家庭，攏總24個人死亡。Tôi không đến đây để nhằm mục đích lên án chính phủ hoặc quy trách nhiệm cho bất kỳ cá nhân nào trong vụ án này. Tôi tin chắc rằng chính phủ Đài Loan và nhân dân Đài Loan sẽ có hành động cụ thể để an ủi những nạn nhân trong vụ án này. 家属甲軍方找到中華金門事發地，家屬閣製造紀念牌要悼念亡靈，希望遺體重新安置祭拜。監委表示，依照當時國防部的規定，對靠岸的不明人甲船，應該逮捕後送趕走，毋過無包括甲船拍好點去，也是拘捕了後趕走。當年守軍煞選擇開槍，迄個時陣早起的天氣是大高霧，無定着無法度辨認身份，毋過下晡霧已經散去啊，軍方煞也是繼續清場。可是到了下午的時候，霧已經散了，那個時候已經可以用肉眼可以辨別他們是難民船，確實就是你屠殺難民。我覺得家屬有權利要求真相，國防部能夠在這個6個月、半年內啦，他能夠再提出一個行政調查報告。雖然案發已經37年，不過監委也是認為部分細節需要查清楚，要求國防部半年內提出行政調查報告。國防部對這件事件嘛表示遺憾，強調當時涉法的人員已經依照軍法審判，不過嘛有依照進前監察院的意見，加強國軍人權教育，避免類似的遺憾代誌再發生。記者綜合報道。全球暖化，這美國阿拉斯加的冰河是揚甲真緊，結果就造成水尾做大水，有900棟厝予大水沖害去，有的車路甚至是淹甲超過1公尺。大水予一大片主題區的街仔路攏淹去，這是美國阿拉斯加東南方的首府朱諾，當地時間初6是傳出做大水的災情，因為州政府前一天暗時就下令居民撤離，才無造成人員的傷亡。I honestly didn't think about anything except for getting everybody out. I grabbed, of course, I have my wallet with me. I had my bag for work ready to go the next morning, so all my stuff was there, but all my documents were in my house. I did not grab any of them. 正我朱諾市的蒙登霍爾河水頭的冰河，因為連續幾天高溫造成湧甲真緊，河水尾水位向淹起來，中起到4.87公尺，是超過4.27公尺的警戒值。半地球外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區的冰河嘛有正相同的狀況。Il ghiacciolo dei forni alle mie spalle è involontario silenzioso testimone dell'impatto antropico sull'ambiente. Testimone del cambiamento climatico, la temperatura è aumentata di poco meno di 3 gradi, lui è arretrato di 2,5 km。意大利的環保團體講，雖然4月到5月之間山區的降雪量是有夠的，但是氣候的變遷，讓7月出現超高溫，讓全國第2大的弗爾尼冰河是快速消退，冰站逐天是對後退4到8公尺，是真驚人。
另外，伫南半球的澳洲一直是观光热门地点的大宝岛，伊比例选乌是声真侪畅水的游客来。但是科学家伫自然杂志上新的报告内面指出讲，当地海域的水温已经到400年来的新高，造成选路要面对白化死亡的危机。不过，东海嘛造成一寡商机。本地生长伫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金蕉，竟然出现伫北纬37度的韩国首尔。韩国政府统计指出讲，金蕉这个热带和亚热带的农作物，种的面积对2021年的295公顷，增加到2023年的3306公顷，成长11倍以上。因为金蕉伫韩国是关介绍的食物，种的金蕉嘛替都会社区农场得到真侪利润。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再来关心这孟加拉，因为示威，即马是成立临时政府，由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尤努斯来领导。这个尤努斯伊上届有名的，就是互一寡善车人会当贷款少少的钱来去解决因家己的问题，所以人民是望这个尤努斯会当赶紧来解决国家的经济。经过1个月全国闹会示威，前总理哈西娜逃亡去印度。孟加拉迎接6月年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回国领导临时政府。在反对党成员甲学运领袖等各方人士的见证下，尤努斯接受任命做政府的首席顾问。伊要带包括16个民间甲学运人士组成的临时内阁，担当恢复国家和平的关键任务，并为新选举做准备。尤努斯表示，是学运解救孟加拉，伊的首要目标就是恢复秩序。এই পরিবার আমরা একসঙ্গে চলতে চাই এবং আমাদের মধ্যে দ্বিধাদ্বন্দ্ব যা কিছু আছে সরিয়ে ফেলতে চাই, যারা বিপথে গেছে তাদেরকে পথে আনতে চাই, যাতে করে একসঙ্গে আমরা কাজ করতে পারি。84岁的尤努斯是孟加拉经济学家，伊因为发展小额信贷制度，加创立孟加拉乡村银行，得到2006年的6月年和平奖。尤努斯伊的做法，互散车民众无需要担保，就会当借着小额贷款，才通慢慢脱离散车。另外，尤努斯长期以来拢是前总理哈西娜伊的反对者，因为政治因素，去互孟加拉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一直到这届回国进前1天，法院才改判伊无罪。针对尤努斯所带临时政府，未少民众拢是持正面的态度。অপরাজনীতি অপসংস্কৃতিকে বন্ধ করে যার আগামী দিনের আমরা সুন্দর চলতে পারি, নিম্নবিত্ত নিম্নমধ্যবিত্ত মধ্যবিত্ত লোকেরা যেন দুবেলা দুমুঠো ভাত সুন্দরভাবে খেতে পারি, সুন্দরভাবে রাস্তায় চলতে পারি。过去15年，孟加拉伫哈西娜的带领下，国家的经济渐渐有进步，不过同时爱忍受高压专制。目前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并无哈西娜所属的人民联盟党代表。那哈西娜的后生这礼拜3是改变进前的讲法，讲伊的亲人甲人民联盟拢会继续插政治。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再来看国内消息，这凯米风台伫中南部造成灾情，南投信义乡的山区呢，因为这几天过道拢有落雨，则又搁发生了土石流。毋但是民家厝互冲海去，咧救灾的这个机区也拢掉伫个斜路。土石流入去徛家厝内底，电器全部拢无法度用，规涂骹的路管膜住户无法度清。居民讲7月底才去互凯米风台算灯，即马搁拄着水崩山，实在毋知要安怎生活。这做工人无钱，安尼讲做工的，户口也无厝啦，因囝就讲咯，无你莫倒遮去租厝住啦，还是要走大。这条路是当地社区唯一一条车路，内底住37户，拢总80外人，大概拢着爱封路甲土石拼掉，基本是真困扰。南投信义水里交界30甲地区，这2天因为山区过道路雷公雨，透过空气机甲看，山壁是崩一大片起啊，范围超过一个骹球场遐大。这对崩山毋但甲对外车路抢登去，连这去到当地要抢通的重机具嘛掉伫内底。它那个崩塌到这个边缘，这个路已经有30几年了，它长底水沟的渗透才会下线。船长表示，大水河地区信义的郡溪水岔流，甲车路流起，车高透早重机具嘛掉伫内底，袂顶袂动。公所表示，虽然有紧急抢通，袂随发生危险，不过若阵个上大雨，可能就会造成灾害。它可能还会再继续崩所以最近这1-2个月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随时注意这个状况。目前包括30个地区，佮有往东部的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拢是受灾严重的区域。工作希望中央会当协助整治溪水，才会当为源头解决水泵线的问题。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南投报道。台东太麻里的3号川到北里迄段路，定有车祸，这船长就来建议要设区间的测速。也毋过，管护所认为讲，这段路已经有5支是咧掠超速的，那阵搁要来设区间的测速，这是要搁爱观察的。南回公路台东路段分跨做4线道，休息期间有真侪车速真紧。伫太麻里乡3号川路段到北里路段，最近就发生真侪车祸，造成伤亡。居民讲，毋若车速升紧，搁三不五时有路红灯的情形，建议警局设区间测速，降低车的速度。这边去都已经红灯了，那个车子都还闯，已经红灯了还闯。我碰到好几次都这样。这边有一个老人家，骑脚踏车要过马路，也是差不多10点左右吧，晚上10点左右，也是车祸死掉啊。经过台东县警局会同公路局大埔公务单到现场会勘设区间测速的可能性。不过交通队表示，按照道路的现况，佮有沿途8公里已经设5支测速的翕相棍仔，初步评估无适合设区间测速。它的支道比较多了，并不适合用所谓用封闭型的一个区间测速来做一个执行的。警方表示，现阶段先加强哪吒来抓超速，车辆顶也采用24点钟运作，而且无以连锁的方式来降低车速，呼吁赛车骑车的人爱遵守。记者综合报道。桃园铁路地下化，这宽南地下道咧，对8月底就会甲这2条车道拢甲封起来，恐惊就会进入交通的黑暗期。机关是来要求铁道局就爱做好车辆的分流甲配套，也若铁道局是回应讲会来缩短时间期，减少大家的困扰。桃园铁路地下化起点是新北市凤鸣站，终点是桃园平顶站。因应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平顶区宽南地下道8月下旬要封2条车道，恐惊造成南桃园地区交通阻碍。机关就里长甲相关的单位现场会勘。要绕道，不方便没办法，那你要施工了，只要配合。原本要封闭这个环南地下道的车道，工程施工期是长达679天，他们希望浓缩到365天，那尽量缩到1年完成，把这个阵痛期缩短。宽南路东西向地下道是南桃园重要的交通干道，是向新澳交流道甲陆路快速道路，佮连接省道的关键路段。原地规划即马有的4条汽车甲2条机车道，2时开始分3阶段封部分的车道679天。议员要求做好车辆的分流配套。当初我们的要求条件就是维持通行以外，第二个在环南金陵路口，东侧的部分以及西侧环南民族路口部分沿线的替代动线的导引的部分一定要做好落实。针对民众建议伫老街溪畔做临时的钢筋便桥做代替道路，铁道局北部工程分局是回应讲，钢筋的便桥爱开2年，而且造价超过2亿，因是按算要缩短工时。伫封路进程也会做施工的工棒，甲民众讲。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长期拢咧关心李小性剥削的问题，讲这款相关的通报案件，逐档拢咧增加，去年已经要挖3000件。即马为着要来宣导网络使用的观念，因是来举办展览，带囡仔做伙来认识网络的风险。那伫网络顶熟悉朋友，应该要有啥款的警戒心？透过 App 互动，互囡仔了解。关心微小剥削议题的民间团体举办展览，用互动道具 App 甲老画板相关方法，带囡仔知影使用网络的时，伫交友、个人资料、诈骗等等议题，应该安怎保护家己？一些潜藏的风险，那例如像是个资隐私的外泄，然后这个碰到网络交友、网络诈骗，或是碰到网络诱拐，那当然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性私密影像外流散布。民间团体观察，网络问题当中，以儿童性剥削问题上严重，以逐年增加20%的速度提悬。2023年已经挖3000件，常出现的样态包括以网络诈骗、拐骗囡仔传送性私密影像。
这个活动所代表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我们的预防教育，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政府单位都能够清楚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一定是要全民预防。所以刚刚特别讲的，不是只有孩子会受到所谓的这个网络上的伤害。民间团体讲，面对囡仔可能拄到的网络风险，大人除了透过教育，参囡仔讨论正面使用网络的态度，也要鼓励囡仔若伫网络顶拄到问题，要参大人讨论，斗阵避免可能的风险。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金鸡演社今年的大戏是西来庵，伫今仔日特别来首演。这导演王英如是表示讲，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时代规模上大、史上上界严重的民间抗争，希望会当用台湾人唔认输的精神来呈现这段历史。人的地，人的厝，恁亲门大户，佮威胁恐吓，这毋是要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代志。台湾抗日历史当中的余清芳是1915年西来庵事件带头的领导者，最后被日本政府抓起来判死刑。今年金鸡演社以西来庵做戏出的名，要演出这段日本时代台湾规模上大的民间抗争。余清芳害死王爷公，王爷公无比，害死苏阿姊。在台湾话内底用口声的讲法流传这段历史。导演表示，因为余清芳捌利用王爷信仰、卖符啊、水等等招民众起义，伫咧历史上较有争议。不过，伊伫咧戏内想要强调的是台湾人面对高压统治迄种勇敢抗争的精神。哪有遮戆的人啦？哪有安尼卖符啊、趁钱，伊就去享受就好，伊上来咧做这个革命抗日的事件，抗日事件是抬头的呢。哪有人为着咧趁遮的钱？原来伊卖符啊是为着这个抗日的基金啦。伊要募款就募款啦，安尼啦，所以对我来讲，伊虽然是一个神棍，但是我感觉伊是一个足勇敢、唔惊死的神棍。导演表示，西来庵和余清芳的故事足罕有人摕来做戏出，不过伊认为，看到这个时代来看历史，其实也当看出台湾人唔认输的个性，其实敢有大拢无改变过。清朝时代有人咧讲台湾人足歹管的，3年一小反，5年一大乱，到当还阁是安尼。你看讲进前还阁有清道东。啊，搁进前呢有迄个太阳花，啊嘛有迄个啥呢红三军，所以台湾人实在是有这个个性，无认输啦，唔认输的这个个性，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导演指出，西来庵这出戏已经上20档啊，总算要伫8月初9至11日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导演嘛讲，西来庵除了余清芳，嘛呈现真侪无共族群、无共阶层的百姓日常。剧团希望将大家做伙来看这个小人物，在市民统治下底无共的想法甲梦想。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明仔就是旧历7月初7，也就是人所讲的七娘妈生。民间是会来感谢七娘妈，保庇囡仔会当平安大汉。其中这个祭拜会用到的七娘妈亭，伫咧鹿港是讲作是七娘妈坛。伫遐都有一个92岁阿嬷是坚持用手工来做七娘妈亭，咱做伙带来大家来看伊的手路。旧历7月初7是七娘妈生，台湾民间有拜七娘妈的习俗，有保庇囡仔平安大汉的意思。民众会穿红卵、糖果、油饭，其中上重要的就是七娘妈坛。即阵市面上拢是印刷用纸凹的七娘妈坛较济。伫中华鹿港有一位92岁的柯碧环阿嬷，坚持手工制作，在门路的人嘛专工来交关。像阿嬷这个都是自己手工粘的，比较不一样。厝内逐年拢有咧拜。对，每一年都有。专工过才卖。对。柯碧环阿嬷表示，做一支七娘妈坛爱先绑伫米啊，搁爱一步一步装它，真够工。过去生理当好，伫七娘妈生的时，通好做正清机。但是时代改变，加上少子化，拜七娘妈的人愈来愈少咯。一般人都有无爱拜，讲囡仔大汉唔免拜，为少少都真无拜啦。啊，无较早大家都讲家叫好，大家冇咧拜啊。而且七娘妈内底有有一对粮条，嘛有迄个本身造型就是一间寺庙，就是讲七娘妈咧大即个寺庙的特色，伊代表一个神威啦。文书工作者表示，传统七娘妈坛的骨仔，因为是竹仔做的，未完全化掉。过去民众祭拜会甲化过的七娘妈坛，但去厝尾顶，代表送七娘妈上天的意思。即阵因为生活模式改变，这项鼓励嘛已经豆啊消失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过头了后，各地拢会开始来落雷公雨，预计是会一直落到半暝。目前已经有5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提醒民众，若准备出门，都要会记得扎雨伞。那下晡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